Hello，大家好，又安神啦。錦繡花園最多人買嘅戶型850型，850入邊最多人中意嘅就2型屋，前面大花園，因為方便泊車。而近排亦都多咗好多客人就需要揾啲有裝修嘅，因為唔需要太長時間去諗裝修，同埋可以即刻住得到，或者即刻收到租。咁而家以下又落嚟呢一間屋呢，就正正啱晒各位啦。咁仲要加上呢，佢個地點位置呢都比較近錦繡入邊嘅商場。你行落去食肆，行去飲茶，行去搭車，極其方便。咁而家同大家參觀下呢間屋。大部分嘅買家都會中意一個前大花園，再有一個好闊嘅電閘門樓。呢度呢仲種埋電鏈，泊車十分之好啦。花園通道位亦都可以用嚟泊車。由中間門口入屋，右手邊就係客廳嘅空間，可以擺到大梳化。左手邊就擺咗電視機、矮櫃同埋一部大電視，前面門口入邊就做咗浴室、洗手間，有企缸，亦都有窗，係屬於名廁。對面仲有少少嘅儲物位添，大家可以要嚟擺下啲雜物。而入門口嘅左手邊就係飯廳嘅空間啦，業主呢度擺咗張4人嘅長形餐台。飯廳連接嘅位置就係緊廚嘅區域，各式嘅爐具一應俱全，仲有明火煮食。一樓呢一度係屬於3房嘅設計。上樓梯嘅左手邊就係浴室洗手間，亦都係做咗企缸嘅設計。浴室嘅位置，業主呢度亦都較多一部冷氣機俾你添。而佢嘅隔離就係主人房間，入門口嘅右手邊做咗入牆嘅衣櫃，中間位置就可以擺睡床啦。左手邊就做收納位，同埋可以擺電視機。左右兩邊有大嘅採光窗添。而第一間客房呢，左手邊有少少嘅入牆衣櫃，有個大嘅採光窗。5、6尺嘅雙人床可以挨住牆邊安放，仲有少少嘅走動位置。而細房呢，亦都做晒入牆衣櫃噶啦。3尺床可以挨窗安放。呢間屋亦都附設咗一個閣樓空間，做咗冷氣機，適合姐姐居住或者要嚟放雜物。如果大家對呢一個咁靚裝修嘅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神啊！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